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初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咱来看今仔透早各地拢真冷，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才这么冷。家人的7度上低温，甚至敢若剩6度7。不过日时啊，就会变较少了。另外，这阵啊，尤其西北部透早是拢真熬大雾，影响到交通的安全。即马高公局和气象局合作，已经伫咧国道设置65台侦测器，通好即时来提醒驾驶要注意盲雾。虽然坐落来一礼拜无冷空气的路南，不过吹落进前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全台湾早晚天气冷，日暝温差较大。周一以前的话，预计还是会有比较强的辐射冷却作用，所以在明天清晨跟后天周一的清晨的话，预计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的话，清晨的低温都还是只有12到14度左右，局部地区有机会再低个2度左右。气象局针对今仔日早起，台南以北抑个宜兰等11个县市发低温特报，有可能降到10度以下。你是各地拢是最云到好天，会当回温到20度以上的好天气。坐落来一礼拜天气较打扫，南部看起来也是袂落雨，短期内旱象无法度解决。即马已经3月是春天，也是台湾较会大雾雾的季节。高速公路一寡路段就看袂啥清楚，像昨早起9点外，国道1号后里路段零件都无好，规个雾茫茫。高公局伫咧这几年甲气象局合作，设盲雾侦测器，全国的国道总共有65座。若是侦测到零件都无到400公尺，就会提前警告。当这个侦测器侦测到这个能见度低于400的时候，我们就会上有2处的这个 CMA 去做浓雾的这个讯息，让提供给用路人去做参考。气象局也提醒讲，3月初7到初8，马祖地区云层会较低，也会大蒙雾，来回当地旅客就要注意航班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昨是南投县的立委补选，投票的结果是民进党的蔡培辉以45218票赢过国民党的前南投县长林明珍摕到的43293票，这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上任以来的头一场胜利。那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为着选举的结果来回实的。南投立委补选的投票结果，伫初4喊出来，民进党的蔡培慧45218票，国民党的林明珍43293票，国家公益运动党的罗玉军421票，无党籍的陈聪干2528票，投票人数91964人，投票率46.35%。蔡培慧伫咧南洋已经经营16年的铁票副兵盘，甲民进党自2002年大选了，拢一直输的情形动来。我感觉南投袂使阁虚伪啊！南投经济爱进步，交通爱便利，然后南投的学校爱有法度来为学生啊做更好较好的教育。我绝对会认真向前行，咱的观光、咱的农业，咱拢要做伙拼。这场互人看做是2024年前前的补选，林明珍站出来承认败选，也尊重民主体制之下的选举结果，鼓励国民党少年人站出来。林明珍捌伫2008年、2012年两遍当选这区的立委，这边个出来选，伊差无到2000票选输。谢谢大家，谢谢。稍微的差事来入选哦，我欣然的接受哦，但是我也要鼓励我们国民党的年轻人，你们赶快好好的出来出来打拼哦，为年底的这个立委的选举好好都在努力。选前之夜，罗南副选的总统蔡英文伫 FB 讲，选举的结果就是做代志的开始，相信只要大家团结，就当大步向前。一个月来全力辅选的副总统赖清德也讲，困难中得到今仔日互人欢喜的结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对选举结果行得回实的，批评民进党拍后边的选战。这一场选战，我们看到了民进党动用一切国家的资源，所有的机器，用负面的选战，用抹黑攻击，达到了它的效果。外界就不分析过，72岁林明珍虽然地方的实力真强，做过8年的南投县长，加8年的立委，不过老人无一定会当互中生代加少年人介意去投机。这场补选的结果，也互国民党2024年想要重返执政增加变数，也互做党主席了拍下第一场选战的赖清德脚步小可较在。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南投立委补选的消息，有民众伫咧投票所的花卡发现有摄影机咧偷翕，甚至佫有人摕手机咧翕投票的人，摕名单咧记录咧算票。警方接到报案，就来甲即寡人拢带回去调查。若国民党和民进党是赶紧咧互相下体，互相指控对方，找人来监控投票。 坐伫投票所外民众当地记录投票的人清查性别，也个外形，也有人用手机伫录影。有请教一下，为什么监票会有高矮放送？但我会严重怀疑你们在买票。家己讲是全民监票行动联盟的民众，互人问是安怎爱记录投票者的外形，讲话嘛无哩软。你这样我要报警哦。你报没关系啊 ，OK， 好不好 ？OK， 来，我跟你讲哈，警察都来过了，好不好？你找局长，找副局长 ，OK。 除了另外有特定的人伫记录投票者的外形，有民众发现投票所外的花盆内底有人伫偷录影。对投票过程出现这代志，哪里拢呼吁警方紧调查，甚至于还语带恐吓语气来问民众说会不会发生战争，你怕不怕战争等等这样子的行为。我想还有甚至在花盆里面发现的密录器。 这样子的奥博，这样的行为，很像之前在台中中2选区补选的这样子的方式。在各个投开票所外，疑似有不明人士录影以及花盆中找到摄影机的情况，我们呼吁检警、警察同仁严加了解，务必维护南投的干净选风。我们也呼吁民进党共同维持台湾的民主法治深化，不要借机操作影响选举。 哪里拢讲是对方叫人监控投票，海区警方接到民众报案了后，分别为营盘国小、复兴宫这投票所到位相关的人员调查。警卫人员制止不听后，遂将该组录影器材及相关计票文件查扣，并将该名民众及其同伴3人带回派出所，依刑法妨害投票罪侦办。 对这代志，中选会嘛发布声明，告指出，只要是伫投票所30公尺内外，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妨害还是扰乱投票，拢是违反刑法、公职选罢法的规定。尤其是录影监控别人投票的行为，也有刑事责任，会联络检警司法机关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疫情期间，互人查到违法伫咧网络卖药的店家，就有2241间，是以往的2倍至3倍。真侪拢是无牌咧卖药啊。另外，嘛有民众去找到国外诈骗网站，买到无合法、无合格药啊。再来是联合报。 美国媒体公布上新的全球上好的病院名单，总共评比2300间病院。咱台湾今年是头一摆互人列入去名单，其中台大病院是全台湾上好的，排全球第249名。那全台第2名是台北荣总。落尾是中国时报。 月底要开电钱审议会来决定4月要安怎调电钱。目前拍算是产业和民生的用电大户拢要起价。民生方面有可能一个月用500度以上就要起价。那工业和商业这边电钱可能会起超过1成。 全球的禽流感是长咧食力，咱国内连家己的2间场，即马嘛传出感染。那云林是为年初到即马已经有7个家场爆疫情，县府是赶紧来买药剂到消毒环境，佮推广智慧饲鸡系统，减少人员出入，降低传染禽流感的风险。用手机 App 操作就当饲料，所以饲养场人较免出入饲养场。 云林4号饲鹅的吴尚斌，伫过去就捌因为伊的饲养场感染禽流感，内面饲的鹅拢爱扑杀，损失超过1000万。即马改用家禽智慧饲养生产管理系统饲，希望甲防疫做了较好。我袂使都发生，因为迄一摆损失几啊千万，吼、咱即马用同心建的，吼、来甲生物安全做啊好，我相信，吼、前后敢要入来咱的机会会较少，都较少。
禽流感这么一个伫咧高峰期，经过云林县政府农业处的统计，今年初讲这么云林县内有7个饲养场因为禽流感进行破产，为了要降低疫情连续发生，县府动用第2五备金买消毒药剂，协助群农做环境消毒，加强相关管制。就是有关富养的场的部分呢，我们空场本来是42天，我们现在延长到63天。那我们要检查完毕之后，所有的禽场的所有的环境安全之后，我们才会让它富养。农业处讲，为了要阻止盗鸟进入饲养场，会特别加强饲养场围网的稽查，也会处理许多无登记的牧场，并且呼吁流动车辆伫咧运送家禽时阵，爱看网啊，而且爱看护板，降低空气中鸟仔毛、鸟仔屎的传播，将禽流感发生的机会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白罗斯的人权运动领袖比亚利亚茨基，初三去互白罗斯判刑，要关10冬。伊的支持者就批评总统卢卡申科是朝纲咧打压因这寡人权组织。那美国和欧盟嘛谴责这场审判是政治迫害。上周夜后，坐伫法庭设的白色笼仔内，被俄罗斯出名的人权运动领袖，2022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比亚利亚茨基，初三去互这国的法庭以资助反对运动甲逃税，判10年有期徒刑。伊创办的人权团体王老三有志，互人判7年至9年不等的刑期。We are very disturbed at the trial of these Belarusia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e're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the lack of fair trial proceedings and access to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in Belarus. 合法进行人权工作，煞面临刑事起诉风险。联合国专家警告，白俄罗斯本来就人权快速地恶化。人权组织指出，到2022年年底，白俄罗斯有将近1500个政治犯。大部分是2020年不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讲做连任成功，走上街头示威，互人逮捕的民众。比亚利亚茨基的组织就提供法律加财务的协助。Сейчас наступило время такого тяжел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И репресс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люди попадают в тюрьму, бесконечно идут притеснения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рав людей по самым невероятным случаям. 比亚利亚茨基进前已经否认指控，讲这个审判是因为政治的目的。国际批评声音也一直出来，美国甲欧盟谴责这个审判是骗局，呼吁白俄罗斯结束政治迫害。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哥伦比亚一个庄头有农民和原住民去放火攻击当地一间中国的石油公司，佮掠79个警察甲9个员工，就是要逼石油公司爱甲因征收车路，佮互因工作机会。当局透过协商，顺利甲人质放出来，不过有2个人不幸碰弹死。大卡车慢慢对油田控制封锁所在开出来。前一天，互农民及死者做任职的9名能源公司员工，还有79个警察，伫国防部甲内政部派员协商了后，顺利互放出来。而进前警民冲突的所在，留下几片四界互放火了后，烧到乌乌，拢破坏景象。Todos los campesinos nos cansamos, estamos cansados de que ellos lo único que vienen a hacer es daño al medio ambiente. Como nosotros representación de mujeres en este territorio. 事件发生在哥伦比亚南部卡吉塔省中国中化集团旗下一间油气探勘子公司埃别鲁迪的油田，车里互农民甲原住民走入去放火，封锁油田的通道，甲79个警察甲9个油田员工结做任职，要求企业替因修复周边的道路，为油田附近的民众提供工作机会，甲更加好的生活条件。亲像这类的抗议甲封锁，伫哥伦比亚各地矿场常常看到。民众一般拢会要求企业出钱来修路甲这个交通，也是兴建基础设施。当局讲话积极回应。Vamos a instalar en este momento una mesa de diálogo para escucharlos y para revisar cómo podemos traer la inversión del Estado para mejorar la calidad de vida y la dignidad de los campesinos colombianos. 这个油田周边的空间已经进行1个月，处理升级真多人质危机，也造成1个警察甲1个民众死亡。当局证实2个人拢是因为抢劫死亡。不过强调，虽然空间是农民带头的，也不过早已反政府及民武装团体也伫附近活动，可能介入并且煽动这动乱，造成社会农民运动污名化。去年拄就任的旧国头一位左派总统裴卓恢复甲左派反叛组织和谈进入进展，不过这个油田控制搁再受到保守派批评，认为无更加积极快速来解决混乱的局面。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
台北市长蒋万安头一摆来举办社岛开发案的说明会，社岛自救会是批评蒋万安，选前讲要听在地心声，但即马煞是继续用瓜文德的拗方案。自救会真不满，佮含警方起冲突，强调市府无影要含居民沟通，就袂使开说明会。无条件剔除，我们要求无条件剔除。当地活动中心的门口，社岛自救会话无条件企图驱断征收，无要互台北市政府地政局长陈信良召开说明会，只好临时话停。陈信良有警方护送准备离开，不过也是想要甲居民沟通。那我今天如果有能力给社子岛的居民马上有一个好的环境，我现在就想做，我们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这个环境这么差。陈信良表示，社岛已经50年无开发，蒋市府是头一届甲如何沟通，佮讲是安怎要委屈家己伫这么歹的环境，也引起居民不满，甲警方相杀。在社子岛案社会沟通没有做到之前，蒋市府后续都不得召开任何社子岛相关审议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任了后，头一届针对社岛举办说明会，自救会不愿延续瓜市府的开发案，要求爱累宪承诺。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到场听因，认同自救会诉求是保护家己，叫市政府要积极沟通，或者是批评美国、欧洲拢已经取消驱断征收，敢若台湾也搁伫用。让我们有尊严的活，让我们有尊严的从器官征收的范围把它剔除掉，好不好？好，还是要站在警察的后面，拿着麦克风，想要跟媒体讲话。这个不是沟通，这个是制造对立。地政局指出，已经有明确3项企图原则，同意比例过半，面积有500平方公尺，也甲无影响防洪计划甲主要计划。只要符合条件，就会配合内政部审议企图，会持续来检讨调整拆迁补偿甲安置计划。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大树是咱内资的主要产地，不过当地无准交，拢是靠农民家己挖井来灌溉。最近水利局打算搁要挖50个水井来改可化，就有农民咧烦恼会去含因的水井抢水，影响到内资的收成。不过水利局表示，这2种水井深度无同，袂烧抢水。药荷包内之树的面野水，要互果子树好好吸收肥料及养分。高雄大树是药荷包内之树主要产地。就已经进入开花期，有当地无灌水的水路烦恼，下灌水无够，造成果子较细粒，还是欠收，未少农民会家己挖水井。水源一定要足够啊！没有找紧的，就是要想办法用那大水桶载如果要去载水来浇啊。农民讲，即卖亲像旧年伫浪花期时落雨，今年药荷包内子应该会使丰收。过有南部最近无落雨欠水，水利单位就提早应变，有加4个地包含原以为11口井，大树区内高平溪边会有61口的空化水井。部分的农民烦恼，会有相关用地下水灌水的药荷包内子，伫重要的结果期供水不足。要去做这个井吼，就是袂使去影响到咱以后这地下水源，无在地这农民吼备用拿抽无水安尼。汉水井11口，以及未来再开凿的50口深水井，其深度都是在100到150公尺，与农民所凿的水井，它取水层是在浅水井，2个是不一样的浅水层。水利局澄清，空化甲灌水的水井深度无同，无抢水的问题。南水局是表示，因应可化、空化水井的开挖有级别性，而且经过评估，高平溪、老径、大树这段地下水水量真多，抽取了后开回补，才选定这个所在挖水井。当地也设有观测器来监看地下水，请农民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新竹渔港有插真侪红旗啊，警告讲有红狗遐，互游客是真惊。市府表示，这真早就已经有红狗遐拢有咧用药啊，毋过范围小看真歹消灭，才会插旗啊来警告，未来卖个加强防治。草埔插满红色旗啊，拢是警告有红狗遐，提醒大家毋通挖近。假日的新竹渔港有袂少人拢会带囡仔来遮佚佗。即马红狗遐的代志，互家长是真烦恼。都已经特地告诉你说，哦，这边可能有红灰，就尽量不要靠近那里。是，那会不会怕小朋友也不小心去走到？会啊，当然会啊，就尽量多加注意。如果有在投药的话，应该是还好，但红灰应该没那么快处理。对啊，因为他投药不是马上就会处理。
市府表示，过去新竹渔港就已经有红膏虾，别拢一直对红膏虾的下收落药啊。不过因为范围大，加上红膏虾的特性，会阁继续加强防治，确保游客安全。因为红火蚁的自然飞迁还有其他的原因哦，那风灯社长在我们发现了红火蚁的踪迹之后呢，那市府就随即的开始进行相关的防治工作。那我们除了加强场地的巡检、投药以外呢，也插旗确认了巢穴的位置，那提醒大家留意哦。目前新竹市红膏虾防治区域有232大，面积1387公顷，插旗啊是为了确认下收位置。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划过去，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3度到21度，中部地区12度到25度。南部地区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12度到23度，外岛地区11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